Excel 裏面有個叫 int 嘅函數，呢個new 函數之前冇見過，都唔知用嚟做咩嘅。其實唔難理解，佢就係將欄裏面任何非整數嘅值下寫為整數，譬如話將 A2 欄裏面嘅0.3變成整數，輸入等於 int 函數格式 enter 之後，又發現佢值零，因為寫去咗後面嘅小數點。往下面睇0.67原理一樣，但係函數式。四種數字就咁樣化成。發現下面有個1/3，唔單止係小數份數都可以做轉換，直接寫去0.33後面嘅循環小數變成等於0，下面嘅大份數都係一樣道理。對於一些複雜元素嘅數字整數之後可以方便理解。